大家好，我係熟男大叔啊。不如我哋今日講下長命百歲啊。咁大家係咪好想長命百歲呢？但其實有一個前提呢，就係如果你可以長命百歲而得嚟健康呢，大家先想長命百歲嘅。如果好多病痛嘅話呢，大家都唔會好想長命嘅。咁我哋今日不如揭秘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又健康又長壽啊？今日咧，我哋會主要圍繞咧就係講烏松南區啦。咁其實南區係世界上咧發現最多人瑞嘅地方啦，譬如包括日本嘅沖繩啦、意大利嘅薩丁尼亞啦、希臘嘅伊卡利亞啦、哥斯達黎加嘅尼亞科亞半島啦，同埋美國加州嘅洛馬林達嘅。呢度啲人咧不僅長壽，而且好健康嘅，佢哋好少有長期嘅慢性病。南區呢個概念咧，最早係由一個國家地理研究人員啦，Dan Buettner 啦，咁同埋佢科學團隊咧研究合作出嚟嘅。佢哋經過人口嘅統計學啦、流行病學啦，同埋人類學嘅研究啦，試圖喺個地圖上咧找出一啲長壽嘅共同點啊。有咩原因可以令到大家會呢班人可以長壽嘅呢？咁佢哋嘗試用一種歸納法咧，歸納出嗰啲原因。當然呢個研究咧唔係話係一個最喺醫學上嚟講唔係一個最頂級嘅研究，但係咧我諗我哋可以有少少參考嘅價值啦。咁呢個作者咧，其實佢將佢自己嘅飲食規則啦，佢嘅生活方式咧拍成咗喺 Netflix 度一個 documentary，咁啊叫 Live to 100啦。咁有興趣嘅大家都可以去望一望啊。作者咧歸納出咧長壽嘅秘訣咧有9個重點啦，咁以下9個重點咧主要包括我哋嘅運動啦、飲食習慣啦，咁另外我哋人生有冇目標啦，同埋我哋嘅社交圈子4方面嚟睇嘅。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做到呢咁簡單嘅生活習慣嘅改變，咁如果可以令到我哋更健康呢，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值得嘗試下啦。咁當然長壽唔係我哋嘅目標啦，我哋嘅目標其實係一個健康嘅人生啦。喺嗰個研究裏邊咧，佢哋發現咧，嗰啲長壽嘅人咧，佢哋唔需要刻意去做運動嘅，佢哋將自己嘅生活咧方式咧融入咗喺活動，譬如沖繩人會做好多園藝啦、耍太極啦，薩丁尼亞人咧佢哋會牧羊啊、步行山區啊，其實佢哋自己都將自己嘅生活咧同埋運動結合咗，佢哋唔需要特別去走去做啲好劇烈嘅運動啊，令到佢哋自己長壽啊、健康嘅。所以其實如果我哋正常一個人嘅話咧，我哋其實可能要多啲就行路啦，咁啊代替坐車啦。我哋又唔係話否認晒做運動唔好嘅，因為做運動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心情愉快啊，令到我哋自己有興趣嘅培養啊咁嘅情況。所以其實我諗兩樣一齊做啦，又可以做運動，又可以將自己嘅生活結合啲自然活動咧，其實都係對有助我哋身體健康。另一個咧要知道咧就係心理方面啦。咁首先就係建議我哋要知道自己嘅生存目的啦。另外就係我哋要學識減壓啦。生活嘅目標感咧，其實係咩意思咧？其實就唔係話躺平退休啊，而其實係持續有生活嘅動力啊。譬如喺南區實踐方法啦，沖繩咧有一個叫做生存意義。咁咩意思咧？佢每日起身咧，佢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嘢。如果你話有睇到嗰段 Netflix 嘅片咧，其實佢就講緊一個整劍嘅工人，佢每日咧就係會起身咧就幫手做一個劍嘅。呢個就係佢自己嘅生存嘅意義啦。咁好多南區嘅人類咧都會持續做啲生產嘅工作，譬如種菜啊、做木工啊咁嘅情況。有啲研究顯示咧，如果你發覺你可以揾到你自己嘅生存目的咧，平均咧可以長壽多達7年。另一個心理嘅變化咧，就係叫減壓嘅習慣啦，叫 downshift 啦，英文就係。咁長期嘅壓力咧，就加速細胞嘅老化，大家都知㗎啦。咁南區嗰啲人點樣做咧？其實佢哋譬如沖繩嘅人，每日都會冥想啦，祭祀祖先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去瞓覺啦，每日有30分鐘嘅午睡時刻啦。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同朋友去傾偈啊、飲紅酒咁嘅情況。其實科學研究咧，皮質醇係會令到我哋增加發炎啊，同埋慢性疾病嘅風險。我諗呢一樣嘢大家都市人都知，不過我諗我哋嘅實踐方法呢，就未必可以好似南區嗰啲人咁容易實踐得到啦。
區嘅生活法則咧，有一 part 咧係好大 part 咧，就係講到呢個飲食為主嘅。咁飲食方法咧，其實佢歸納咗幾個法則啦。第一個件事就係要用植物性嘅飲食為主啦。佢盡量話要少食肉類。佢其實唔係話唔食嘅，佢哋都會食嘅，不過就食少啲啦。盡量咧嘅熱量咧就係來自植物啦，譬如豆類啦，沖繩係好出名嘅黑豆啦。咁啊，薩丁尼嘅好出名嘅鷹嘴豆啦。其實越嚟越多研究咧，植物性飲食咧，其實係真係有助我哋長壽啦，同埋即係長遠嘅健康嘅。當然人生需要平衡啦，我又唔係話完全一定要食齋先至可以最長壽啊、最健康，因為人生都要快樂嘅。咁有時如果你真係覺得食肉啊開心啲嘅，其實我都唔反對你哋食肉嘅，不過控制個份量啦。第二個飲食法則咧就係80%飽足法則。即係其實唔好食到盡飽，唔好餐餐過量啦。沖繩有一句叫 Hara Hachibu 啦，即係其實80%飽到咧，就大家會停止唔食嘢噶啦。咁其實而家啲科學研究話，如果你控制到熱量咧，其實可以激活我哋自己長壽嘅基因啦。咁另外咧，就如果過分嘅熱量吸收咧，其實令到自己嘅身體負荷太大咧，其實都係會令到我哋個身體受損。我遲啲都可以開一集關於呢個熱量控制，令到我哋有助長壽嘅 topic 啦。咁啊，不過老人家要小心啦。如果過分嘅熱量控制咧，其實會令到你哋啲肌肉流失啦。咁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做呢樣嘢。其中咧，Busung Diet 或者 Busung Lifestyle 咧，有一種爭議性少少嘅咧，就係飲酒啦。咁作者咧歸納出咧呢一班人咧需要飲大約每日1至2杯嘅紅酒啦。咁我哋通常就係同同事啊、朋友啊一齊飲啦，咁啊分享呢啲咁嘅酒精啦。咁啊，但係當然我就唔完全絕對同意呢一個看法嘅，因為其實飲酒咧，其實酒精係屬於一級致癌物啦。咁啊，其實長期飲酒咧，其實對身體都係唔好嘅。當然有啲人咧透過飲酒咧，可以同朋友啦、同家庭啦一齊咧分享翻時光啦、減壓咧。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間接嘅飲酒嘅好處啦。其實只不過係佢哋通過飲酒咧而同其他人嘅接觸多咗，令到佢哋長壽嘅啫。如果一個人想長壽嘅咧，佢一定要對自己個群體咧有一個聯繫咧，先至容易可以得到佢長壽嘅好處。咁譬如第一個就係講緊歸屬感啦，佢唔可以一個孤獨嘅生活啦。咁譬如喺薩丁尼亞嗰度咧，其實好多代咧係一齊住嘅。咁另外喺落馬林達嗰度咧，其實每週咧佢哋都會有啲教會嘅聚會啦。我哋發覺咧，如果有一個強烈歸屬感嘅人群咧，患抑鬱症啊或者患其他疾病嘅機會率咧都會降低。親友優先咧嘅意思咧，就將家庭咧放喺工作之前啦。咁其實喺尼科亞嗰度咧，其實每日家庭咧都會有啲聚餐啦。其實呢啲咁親密嘅社交圈子咧，其實喺呢啲醫學研究度咧，其實可以大大咁降低 dementia 或者我哋叫失智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最緊要就係可以同家庭啊、朋友啊一齊咧，就互相共度一啲快樂嘅時間啦。喺現代人咧，實踐嘅方法其實好簡單啦。譬如一家人咧有少少嘅聚會啦，慶祝下生日啊、母親節啊、父親節啊，搞多呢啲咁嘅家庭聚會咧，其實一家人咧開開心心共度時間咧，其實都有助長壽嘅。最後一個咧，其實我哋要建立一個健康嘅社交圈子啦。譬如 Loma Linda 嗰度咧，其實教友啊互相督促一啲健康嘅生活啦。咁另外喺伊卡尼亞嗰度咧，大家喺社區咧又會有一啲共同耕作啊嘅習作一齊做嘅。喺依個學界咧有一個好出名嘅 study 咧，叫 Framingham Heart Study 啦。其實佢哋證明咗咧，譬如食煙啦、肥胖啦、快樂咧，甚至係孤獨咧，都會有啲傳染性。所以如果長壽人咧喺個社交網絡能夠可以有開心嘅快樂啊嘅情況咧，佢哋呢樣嘢都會互相傳染同埋互相感染。其實我哋真係點樣可以實踐到呢 Power 9或者呢9個法則呢？其實首先可以從飲食開始啦。其實我哋盡量開始用豆類去代替啲肉類啦，用食多少少堅果啦，用橄欖油代替啲牛油啊或者傳統嘅奶油啦。另外就建立一啲儀式感，譬如我哋開始學識打坐啊、冥想啊，甚至啲小睡嘅時間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我哋要開始思考就係
究竟我一朝早起身，究竟要有咩做呢？究竟我自己嘅生存目的係乜嘢呢？最後就係可能我哋會建立一個好健康嘅朋友圈啦，邀請啲朋友一齊去健走啊，一齊去食飯啊，一齊開心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到嘅事啦。雖然咧，我講到南區啊、煲松咧，其實呢樣嘢咁個概念咁好啦，但其實佢都有啲佢被別人批評咧，同埋爭議性。因為其實呢一個研究咧，只係一個觀察性嘅研究，其實佢就冇辦法去證明咧某一種特別嘅飲食方式啦，或者食物咧係可以導致我哋長壽嘅。我哋只係將嗰班人嘅生活方式同長壽咧就做一個聯想嘅關係，其實咧就只係將一樣嘢簡單化啦。其實傳統嘅生活方式咧，喺現代嘅生活方式咧係唔可以複製，因為其實前期嘅工業社會咧嘅基礎上咧，譬如啲體力勞動會多啲啦，低壓力嘅環境咧，同現代人咧好難以完全模仿。譬如好似沖繩呢幾年咧，因為年輕嘅一代咧，因為已經引進咗呢個美國文化、速食文化咧，其實個肥胖率同糖尿率咧已經大幅上升。第三個我哋就要考慮下啦，因為呢一個呢，有機會係一個長壽商品嘅市場炒作嚟。譬如佢南區概念呢，被企業用嚟營銷一啲譬如橄欖油啊、超級食物啦。其實單一嘅食物呢，未必可以改變到我哋長壽嘅關係。咁我希望呢，如果你哋真係要實踐呢個南區飲食呢，希望就進行一個多樣化嘅植物飲食，就好過相信晒呢個市場嘅炒作啦。都係咁啦，如果你真係要實踐呢一個方法呢，其實你最好都係同你嘅營養師啊同埋醫生傾一傾啦，係咪實踐到呢樣嘢啦？好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呢，記得讚 like 啦、share、comment 同埋可以 subscribe 我個頻道啊，多謝大家。